后来，甲咱的镜头刷到立法院，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顺利就台接受到总质询，也毋过国民党团的总调林为洲点名到行政院的警官，讲伫因开这个党团大会时阵，竟然伫边仔偷听。林为洲是要求行政院爱互因一个交代。另外，这个国民党团这个是采用文攻，就台备询的时阵是震恶加明哦，火力全开。 我没有你，我会承认还是拜托你。错了，委员，你忘记。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啦！拜托你修法。用拜托的换另外一位国民党立委郑万安质询行政院苏贞昌时就无共款啊。你不要再反质询了。不是反质询。我问你170多种动物用药。我问你170多种动物用药，你刚刚讲的。 有哪一项在国内列为禁药？那马政府的时候进口来有。我问你呀，你又在反质询。主席，为了使上台报告，民众立委甲级动员占主席台的苏贞昌嘛，提早半点钟到立法院。而民进党立委何尚下顺利上台备询，国民党团透早嘛，甲级动员要讨论对清，总调林为洲提出相片压料。他是行政院的警官队。 啊！现在行政院警官队也可以在立法院派人到各个地方偷听在野党开会，然后通报。这个是非常的夸张跟可恶。要了解一下，那应该也没有这个必要。这事情请等一下，立刻给我们答案，请立。国民党团佫用影片要找这个行政院警官问个清楚。行政院是强调讲，单纯的执行勤务造成委员会误会真失礼。 针对因的勤务位置会做调整。